来自各区调解主席甲委员伫地方的法律纠纷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，而且在座服务年资最优的有74位，当中届满20档协选行政院长等重要的奖项有70位，已经是历年来上好上济。上午因一一接受市长黄伟哲颁奖表扬。根据统计，111年台南37区受理调解案件有12000多件，调解成功的比率高达86%，互全庭南下见证的内政部民政司长公开表达敬佩。市长嘛认为，所有的绩优调解减少经法院打官司，就是功德圆满。所以台南的成绩是非常好的，但是这个非常好的成绩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台南，它有建立一个台南市各区调解案件申请平台，所有的参与调解的人，两造双方，你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看到你自己调解案件的进度。也刚刚如江局长所讲的，为了新住民，为了原住民，我们另外设有特色的调解委员，而这些等等，都是我们台南之所以在调解的成绩上能优于全国的原因，也在这个地方。你要说这个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调解业务的成功一定是救人很多家庭的这个命，也是让我们这个功德能够更圆满。一位好的调解委员爱保障事故双方的权益，除了爱有专业、有耐心、有同理心，更爱提出双方拢会当接受的解决方案。加上一做就是20档，相当无简单。他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小孩子，那因为家境不好，那对方一定要他赔几千块，可是他没有钱，我就先帮他租说，你以后如果能够赚钱了，再来换代调解会找我，就这样帮忙他。调解呢，就是让他们虽然不满意，但是能接受所以会让他们在心理上是他们愿意的，所以才会让他们心胸上会比较会放下，这是唯一调解的好处。南市第4届调解委员37区总共聘任427位，其中分别有2位是跨区服务的原住民甲新住民的委员，借此扩大市民的申请平台，持续创造社会和谐双赢。咱的新闻军事采访报道。